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来看第9类甲第10类的民众，今仔日开始来做预防射。透过疫苗预约的平台，已经有94万1000人来预约注文。多民众真欢喜哦，讲总算等着会当做疫苗，安尼就会当早一日，甲厝内底长辈父母来团圆。啊，讲未来这4礼拜拢是提供 AZ 疫苗。 会当来接受到 AZ 的民众拢认为，愈早做愈好，唔免来经牌子。啊，若是经莫德纳的民众，暂时要做袂到，还阁稍等一下。打疫苗的往前，跟着注射的牌子走哈。要未到注射的时间，不过已经注文到的民众早就直接咧等要注射。早一点来，不想到时候排很多人。对，因为我怕群聚嘛。 天气遮热，医护人员或者民众先入去教室确认身份资料了后，直接坐入就注。注射处可能会有点肿块，可能会有点痛，持续的时间不等，可能是3到5天。今日开始做的公费疫苗拢是 AZ 的，只要有选 AZ 疫苗，拢有机会注到。我觉得越早打越好啦，对，越早打防护力可能比较早就建立起来。坦白讲，我个人虽然是倾向于打莫德纳，但是我又不希望拖太久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打到。要人注射是因为想要早一天甲亲人团圆。因为我爸爸是洗肾的病人，我为了还可以抱他跟就是摸他，然后回到我家，所以我想办法呢，更快的打到 AZ。 公费疫苗注文平台已经开放第2轮，对象是第9类18岁到64岁，有高风险的疾病、罕见疾病甲重大伤病人，以及第10类50岁到64岁以上的大人，总共有101万9000人符合资格，完成注文的有94万1000人，超过8成。 为今日起到22注的拢是 AZ 疫苗，为了避免各种注射的疏失，健保卡卖注明民众注射的记录，这个插入去，就写确认注过什么款的疫苗。啊，那第3轮是18岁到64岁民众，已经有757万人完成登记。估计为20日开始，就会使依照赶时的通知上网络注文去注预防针。